粒鈴。仔仔2歲嘅時候咧，我就發現佢真係比平時一般嘅小朋友咧比較好動活潑咁樣嘅，甚至乎我哋食飯嘅時候，佢都要喐嚟喐去，即係你唔會坐定定咁樣自己食飯嘅，你都需要不停地捉住佢，好似綁住佢咁樣。如果唔係，佢就會走咗去隔離台嗰度搞喺人哋張台咁樣，令到個場面好尷尬啦。咁我哋就會變咗大家要輪流食飯，我食完啦，我就會帶佢出去餐廳行下，先可以安撫到佢嘅情緒。直至到佢返咗 K1 啦，發現仔仔每次上堂咧都坐唔定嘅，呢個情況咧亦都影響到成個課堂，要老師照顧佢，咁先可以完成到每一堂。後來都建議我啦，咁會唔會話可能去做一個評估，睇下究竟係有啲咩問題發生咗？我哋真係去咗兒童醫院嗰度做咗個評估，臨床心理學家啦，咁佢就話小朋友一坐低咧就已經會喐手喐腳。初頭我都會覺得成個過程咧佢都未試過完全停喺度，嗰陣時都叫做係唔聽話嘅，都比較曳啲，佢會淨熄咗心理學家嗰個電腦啦。咁啊，成個評估咧就喺一個未完成嘅情況底下就完結咗啦。臨床心理學家最後咧都係話佢確診咗呢一個ADHD 嘅，我哋就都需要咧及早去揾翻一個早期嘅訓練中心啦，幫阿蟲蟲做一個全面嘅訓練啦。蟲蟲啱啱嚟到環趣中心嘅時候，小肌肉嘅能力同同齡嘅小朋友相差咗14個月。感覺統合範疇之中，本體覺同前庭平衡覺亦都偏弱，同埋亦都有輕微嘅觸覺防禦現象，令佢喺寫字嘅時候會太過用力，上堂嘅時候注意力亦都唔太集中，亦都會經常離座。而喺眼球控制方面，同蟲蟲就做咗一個專業化評估，結果顯示佢唔能夠完成橫向追視嘅項目，而直向追視嘅項目亦都出現咗重複閱讀嘅情況。喺社交上面，蟲蟲同人溝通嘅時候，亦唔能夠維持太耐嘅目光接觸。K3 嘅時候咧，被安排咗喺環趣早期訓練中心啦。嚟到中心嘅時候咧，發現有好多同嘅導師嘅小組訓練，亦都有個別嘅治療師嘅小組訓練啦。中心嗰個服務咧都好全面嘅，後來都有參與一啲家長嘅小組訓練啦，咁同唔同嘅家長咧分享我哋小朋友可能有啲特別嘅情況，令到自己清楚好多嘅。最初都好迷茫，治療師咧都有教我呢邊做嘅訓練咧，亦都可以喺屋企協助到阿蟲蟲，亦都有另外做緊一個叫聽覺治療。仔仔聽完咧，我見佢都幾平靜，佢冇話好抗拒嘅。聽咗一段時間咧，佢而家個情況係有少少唔同，即係佢會識得忍耐，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即刻爆發出嚟。咁啊，呢件事就都好感恩嘅。喺中心裏面，蟲蟲同其他小朋友除咗會接受恆常嘅職業治療訓練，包括感覺統合訓練、小肌肉訓練、自理同埋視覺感知訓練之外，我哋仲會運用創新科技，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進行唔同形式嘅訓練。我叫溫松希，我今年6歲啦。我中意嚟中心玩，因為有好多玩具喺呢度，同埋好多朋友仔同我玩。就好似蟲蟲呢一個案例，我哋採用職業治療團隊引入嘅心思眼動同埋 Tobii Eye Tracking System， 俾小朋友運用眼球控制電腦遊戲，從而提升佢哋互聯專注同埋眼球追視嘅能力。因為只要小朋友能夠掌握點樣去控制眼球，就會提升佢哋嘅目光接觸以及互聯注視嘅能力。職業治療團隊提供感覺統合訓練嘅時候，會應用聽覺治療，以及成為家居訓練嘅一部分。因為我哋重視家長嘅參與同埋家居訓練嘅成效。當使用聽覺治療嘅時候，特製嘅音樂、獨特嘅音頻會刺激到前庭平衡覺嘅接收器，從而達到治療嘅效果。另外，中心亦設置咗互動電腦遊戲，小朋友透過遊戲進行大肌肉同埋社交嘅訓練，可以喺愉快之中學習。初頭咧都好迷茫嘅，究竟應該要做啲乜嘢嘅咧？
好多謝中心嘅治療師啦，幫到佢好多。佢而家咧參加到小一預備班啦，聽導師講咧，佢職業方面都好放心嘅，即係唔需要特別去照顧啦。上次見佢做一個生日會啦，居然會俾小朋友蝦咯。呢個小朋友冇令到佢即刻爆發佢嘅情緒出嚟，我覺得好開心嘅。呢一啲反應咧，我覺得係好大嘅改變嘅。眼仔方面咧，一對一嘅對話咧，佢識得去望住人哋，做一個正常嘅溝通咯。我發現佢越嚟越有禮貌啦，亦都識得乜嘢叫規矩啦。1年之內可以有呢個轉變，我係覺得好感恩、好開心啦。而家嘅社會日新月異，我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亦都會與時並進，積極咁透過各種創新嘅科技作為評估工具同埋訓練方式，力求為唔同嘅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同家長提供更精準同埋更有效嘅服務，讓我哋嘅小朋友喺玩之中學習，同時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去掌握佢哋嘅學習進度。我哋深信科技能夠為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提供更有效嘅訓練，幫助佢哋克服學習上嘅困難，同時亦都希望能夠減低家長佢哋嘅負擔，加強佢哋對小朋友改變嘅信心。